过来，伊搁共阮淡仔作怪啊！因为伊顶面淡仔乱叫，我有听到一句话，我就甲伊讲一句话，就搞定他。我就甲伊讲，你顶面转去，你妈妈有较好啊？哦，伊像听到，即句讲到伊个心内底去啊，马上乖起来。因为伊拄顶一遍，伊查讲我要紧转去看我妈妈啦，我妈妈即摆住院啦。这是怎么插嘴嘛？啊，有法度把即句家己记下来。即边过来乱，我就甲伊关心一下。啊，即句就真正讲到伊个心内底啊嘛。哦，当下就马上外配合啊，我就马上像伊个大哥共款啊。所以就是讲，咱若真正有小细节共关心着，真正讲着咱个内心的所在，因生人啊所共相处着，更加有益有温暖。这是要咱强调，咱个为人处事每一个部分，其实每一个人吼心拢是软的啦。你要甲伊硬拄硬吼，其实到最后拢破碎而已，拢是软的。你若当为这个软的所在，会真正甲伊温暖着，真正人甲你记一世人。好，自性则强，即句甲咱讲啥物？像咱讲自性，啊就是强，啊自性是要性啥物？自性就是正性上介歹赢的代志叫做自性啦。我家己要去赢即件代志，所以通常一定是较看袂到的，毋是外口的物件。因为外口的物件，你要去甲伊征服它，一定有可能咱借着多一个方法，还是借着别人的帮助，可以让透过计划，透过团体战，所以这个自性完全无法度计划，完全无法度团体战，拢是咱家己的代志。正像咱自我的意见，咱自我的贪足，咱的兴奋，咱的喜爱，咱的傲慢，这就是咱自性的所在啦。这几点，敢有法度讲食一个药就好啊？所以这比病更较麻烦嘛。病叫咱有医，这无有医的呢。哦，遮尔固执，遮尔贪心，遮尔老凊分，遮尔傲慢，真正无有医呢。啊，这拢是互人艰苦的代志呢。你家己嘛袂配我。嘛，造成麻烦啊，足大个麻烦，所以咱要去甲伊去除掉啦。当咱会当甲伊去除掉的时阵，也是讲甲伊改善。哦，其实别人就会很钦佩啦。哦，你真正有改呢，改一部分嘛无要紧，咱拢看会出来。这自性才强，才当做甲一点点做较到，所以拢用来甲咱形容。咱伫一个团体，这全部团体，假设讲这个团体的人，哦，拢有歹习惯，咱伫这个团体莫受污染，这就是强啊嘛。所以讲呢，要正性家己，嘛莫互影响到，这就是自性才强。这个加一点，头前下面的人。咱的爱无语，我爱伊，我讨厌的，我想要爱伊。你看这三字啊，吼，包含一切的罪恶啊。啊，这罪恶的物件战胜它，无时无刻拢要藏伫咱的心内。啊，咱今日发现到啦，当咱名、身份、地位愈悬的时阵，这愈歹放落来呢，因为无人敢甲咱讲啊。咱今仔若这个团体，咱是领导，这下骹人毋敢甲咱讲，咱有这毋对。若伫这个团体，咱年纪上大，少年嘛毋敢甲咱讲。我的成就上悬，这人嘛无人甲我讲这。所以才会讲自性，是会当靠家己啦。这是足无奈的代志啦，这会当靠家己尔。头前讲着知人者知，啊，咱知影别人即个缺点，咱嘛歹势甲讲啦，讲实在啦。到最后，甚至咱去学习过，咱嘛
世界讲你有这个问题啊，所以要制胜啊。都圣经嘛讲过一句话了吼，圣经有讲过，富人要上天堂，富人的代表有成就、有地位的人嘛。有地位、有身份、有财富的人，要上天堂，就亲像一只骆驼要甲伊穿过这个尖、这个细只坑，伊才敢困啊。伊原文是安尼翻译啊，我嘛毋知是哪里安尼写的。但是原文才有写着骆驼的，我嘛感觉是讲是翻错，原文是安尼写吼，是后水翻译的哦。迄只骆驼穿过这个尖、这个坑，的困难度比好赢，若要上天堂更加简单。就是讲你有身份、名闻、地位了，你才改袂过来，嘛无人敢甲你讲，家己毋知影改，嘛歹改，你嘛感觉改了足无面子，即种家己去享福咧，即无好讨别人啊啦。咱了解这个道理，其实咱以后若拢会听到有人甲咱讲这个不是爱自信，这是你才是真正的勇者。咱自信是咱做咱家己的主人，做家己主人很尊贵又很快乐。就亲像讲，这种是干货已经来了，我这种我是非常干货啦。干货做家己的主人嘛，所以干货才会肥也不介肥油，离不开肥油，肥也不介肥咯。真正快乐嘛，做家己的主人，要过目的就是做家己的主人来行这条路。这上快乐的代志啊！我是家己做主的，咱嘛感觉讲这个念过一套道理尔，咱讲真正有克己复礼，克己是家己做家己的主人哦。以干话来讲，克己是家己做家己的主人，是克制家己的欲望。因为干话无啥物欲望啦，是完全做家己的主人，能够自己来复礼，完全家己在做主，自得其乐。自得其乐就是讲，我的快乐完全免建筑在外在一切名上。我无需要有钱啊，我无需要你肯定啊，我无需要社会地位啊。咱无遮真侪人过袂落去啊。所以，当咱遮有足侪了，其实咱一点都没有自得其乐，一点都不快乐，咱拢唔知呢。遮白条条，可当作咱足好，其实我们一点都不快乐。真正自得其乐的是你啥物拢无，还过得很快乐。无你啥物拢有，你是会看你行尔。伊起你欢喜，伊乐你烦恼。未死去你烦恼，别人甲你抢去，别人抢你，你要甲伊抢转来。一世人他妈认真，那会快乐。所以啦，这个罗素算是一个哲学家啦，还是一个数学家啦。有讲过吼，我要让我的事业成为喜悦，就是讲，我唔是要有工课白条条啦，我要享受我的事业，而且要把我的喜悦成为一种事业。就是讲，我一世人，唔是要为着这个工课去做代志，是我要自得其乐，享受人生，要把喜悦成为事业。就是每一项代志，其实拢有伊快乐的所在，每一项代志拢有伊的道啦。经过这个道，把喜悦成为我们的事业。所以呢，头前有讲到嘛，自体之名，将迄离地非离地。这边变过来是安怎？自性之强，咱会当战胜咱家己的遮个无好的代志。遮尔强啊，咱就搁较有力啦嘛吼。当然能够更加服人啊，更加有说服力啊，更加有影响力啊。所以头前有讲过嘛，世祖嘛，世祖修士的格言，就是那个时候是说，拢对咱的修持非常有帮助。来看第三组，知足则富，知足者富。因为这种讲到正向的，所以咱遮就莫讲不知足安怎吼，你不知足，多数嘛是可能嘛是种话讲，咱一种讲知足好。知足爱知影，啥物是珍贵的嘛？你若毋知啥物是珍贵的，你就毋知该心爱放伫倒位。所以咱要知影珍贵，所以咱知影富有。有人拢会讲，恁行不长，经典了时代，因为你都毋知影珍贵在哪里啊？
咱上课这个就算了嘛，咱读册大家在实体也看会到啊，但是因想要看不出来经典的好，因为他们不知道里面的圣灵的维度啊、偌珍贵啊，所以特别感觉这个是互咱富有的物件，所以咱才知影世界上什么物件上介珍贵啊。咱知影珍贵，才懂得去珍惜它，去享受它。当然，珍贵的物件毋是讲一项，毋是固定的啦。就亲像讲，其实吼，每一个人心内感受其实拢差袂介济。毋管你的事业偌好，啊，后我就记一个咧吼，就是迄个拄好4年前有一个过身去的真有名的人，叫做Kobe Bryant 嘛吼，拍篮球的。哦，这名人堂绝对无问题啦。哦，这全世界拢知影。啊，像4年前，哦，直升机失事过身去，哦，这嘛是全世界震惊全世界的新闻。啊，你讲哇，这算是一种一个世界巨星，讲真正陨落啊，上天要伊落就真正落啊咧。啊，后我毋是要讲伊过身啦，要讲伊捌互采访讲过一句话啦。因为伊是坐直升机失事嘛，人哋想讲，那你为什么要坐直升机？要彰显你做好嘢嘛。啊，其实伫美国吼，这种代志好嘢人定定做啦，那嘛袂感觉安怎啦。啊，人来问讲你为什么会选择直升机做你的交通工具？伊就讲呢，讲因为吼，伊要练球，逐工几点才去练球，啊比赛比较搁倒换，啊咱嘛知美国出大嘛，有当时啊东边比赛，有当时啊西边比赛。啊，伊就讲一句，啊，我囡仔即摆要细汉，我想要多陪他们。我想要载因去上学了，搁去练球，还是我迄个比赛了，搁去好好甲因载。啊，但是洛杉矶的交通伤过复杂，我坐车拢袂赴，所以我选择搭直升机。啊，人们讲啊，你搭直升机这样可以节省多少时间？你讲我可以多20分钟给他们。所以，其实讲起来嘛，在巨星面前。你想要嘛是足简单的嘛，对不对？想要多陪陪小孩子而已啊。啊，但是伊要想要多陪一个囡仔，伊要用遮尔大代志，搁坐到直升机，所以讲起来嘛真辛苦嘛吼。咱即摆电脑趁偌济钱要陪囡仔足简单呢。啊，伊趁遮尔钱要陪囡仔变成一个奢侈的享受。啊，但是咱人的心其实拢差不多啦。会当甲亲人好好斗阵，当享受着，因为亲人之间吼无啥物利害关系，享受着遮尔纯真的感情，这个足快乐的代志嘛。所以才知道珍贵，这是好的。知道珍贵，这个该了掉。哇才以前毋管你追求搁较济，到最后咱内心的饥渴，嘛是想要转来遮离异的。外口你变遮尔济，嘛是内心你的渴望，渴望是摆这，其实呢。亲情上好，家庭上好，也是讲善知识上好。最后，咱内心的渴望拢是遮基本的物件而已啦。所以头前有讲到主体主性，这会当互咱更加知知影要哪去追求。了解人，正视家己，找到咱内心上介重要，会当体悟知足常乐。啊！你听我遮，练我遮，无咱一世人好好度一生，拢袂记重要的代志，甚至拢会后悔讲，哎呀，时间上真紧就过去啊！啊，何为因为？好，遮简单就举一寡咱看到的代志吼。本性之自然，上介幸福，上介珍贵。头拄讲到家庭嘛，本性之自然，亲情本性之自然。这多少钱影片啊？我先讲。咱知影最近震惊个诚济嘛吼，震惊咱真正是人爱的。无。一寡人爱的尔啦，大部分也是无爱的啦。这拄是一个查某囝，伊转来啊。咱
咱快看就知咯。以后大家看拢感觉，我拢要对伊甲目屎啊！那咩？哎，这简单的代志尔嘛。哦，见人家面就这么的美好，那外口现在是遐尼好变的，啊，这种是身不由己的嘛。啊，当咱无身不由己的时阵，是毋敢好安尼做出选择。人生非常的短暂。我之前有一个体悟啦，其实吼，咱每一工其实拢伊甲即摆人在做告别式啊。我真的，有他的囡仔细汉，或许永远看不见他们小时候了。我会怀念他们小时候，但是永远看袂到。咱每一人开心拢同款，咱永远都跟现在的人在告别。因为即摆人永远见不到，咱后边看就是另外一个人啦。今天我熟悉，但是你下次永远见不到这个时候的他，永远都在跟现在的人在告别。所以啊，人生这么短暂，珍惜的代志，你也袂改变去，何其可惜嘛！啊，也会了，很珍贵、很幸福的。所以呢。真珍贵的代志，名著有讲啊，人啊，夫人啊，天之尊重，人之安在。人是天上较尊贵的人，上较安的所在啊。安在就是讲住伫遮，这上较好的所在，你住伫这间厝上好。天嘛有这间厝上较尊贵的人心，咱有这个人的心上较好。咱啥物拢无，你有这个人心的上介好，你心安理得，上快乐，自得其乐。唔管安怎恢复，咱心安理得，站在人天互咱的上大的尊爵，上好的所在。啊，地上呢，家己快乐，也互别人真快乐。啊，这个快乐阁真温暖。真侪平常的代志，世人一辈子的渴望啊。譬如讲，咱即摆会当好好坐伫遮，对真侪人来做袂到来讲，就是一辈子的渴望。就咱平常拢有真侪会当去满足的代志，因为是很多人拼是世人拼落来，我们永远都存在别人想得到的财富。就亲像5年前，我后仔有讲到即个题目，我5年前后仔迄当一个后生，搁真细汉，迄时阵甲后仔定定去跑步，啊，因为时阵少年定定后边做，啊，后仔就甲伊讲一句话，你要注意遐注意，因为有真侪人哦，因为无细力，发生事故了后，最后呢断心不遂，伊的愿望就是希望这辈子可以再跑一次，就是讲拄着代志。多有代志，很多平常的事情变成一辈子的渴望，所以反过来，那一辈子很平常的代志，有可能是真侪人一辈子的希望，所以我们要珍惜啊。当咱无病无痛，而且咱头脑清楚的时阵，那是偌侪人一辈子的渴望。咱去平常即摆所有的所满足这一切。好，而且呢，这地上的物件，无人甲咱抢哦，逐个人拢会当去享受的，这种清净的知足、宁静的幸福，谁抢会去？哦，咱家庭感情好，谁抢会去？我甲咱这个团体互相信赖，逐个拢互相信任，这谁抢会去？对啊，互相信任的，互相照顾，互相支持。何其快乐嘛！所以知足、幸福、快乐、温暖、富足，再回来看一下影片哦。咱来看
当咱若看到别人知足，其实咱的内心多么的温暖啊！所以咱嘛要做一个能够知足的人，也能够带给人家很温暖。咱看这个查某囡仔看过来应该是20几岁啦吼，应该20头路啊吼。因爸爸今仔日送伊一台车，咱来看一下，足欢喜嘛吼。哦，有当看伊欢喜嘛，对伊欢喜啊。爸爸足歹势，对不起宝贝。其实这是足侪人父母的心声啦，真正无法度互囝儿较好的物件，真的是很对不起子女。但是呢，子女一个开心满足的回应，他好丑，但是我好爱他，很开心，真的很开心。你看这，互人偌温暖就好啦。咱知影这个人的互动是安尼嘛？你满足，你开心，我就会很温暖的满足。你那个是很真诚的，这种力量的无限大。有的人想讲我爱较有礼貌啊，讲谢谢，讲欢喜，还是讲卖表现出不高兴。但是咱人其实拢会知影，可能你是礼貌上欢喜啦，这是真正的开心嘛。真正开心的是，这种感受力偌深呢。伊的爸爸一直讲，抱歉宝贝，若是对我嘛，会当感受到，伊的当下真正，伊的愧对心完全拢会扫除啊。一个查某囝愿意满足，伊家己就遮尔啊欢喜，遮尔啊开心，佮把这个温暖回馈给伊的父亲。你愿意知足，你快乐，你温暖别人，哇，这一切磁场多好，为人好嘢人，而且搁较为善，较快乐，甚至搁风险。阳光笑到一边，比另一边较差，永远不满足。你看压力偌大啦，所以讲好嘢人，敢真正有钱能够征服一切吗？很困难呢。你若要送礼物，你就送到可能头壳要烧伊啊，送到唔知要安怎送啊啦。送了搁互伊嘛，你看内心偌创伤的好。好嘢人，大家期待搁愈大嘛，期待越高，伤害就越大嘛。你面对的搁是一个不会满足的，你的对象应该是袂满足的嘛，别人也袂满足你的嘛。所以讲，富有的人生让人家才快乐。你面对都是一个大家都不知足的环境。哇！所以现在讲我内心很空虚的是安尼啊。强势强行者幼稚，强行要行什么路？幼稚简单讲就是有志向。那么有志向，通主讲我要志于道。那么至于这个道，就是讲你爱强行，强就是爱足强的，强就是爱尽力攻击。甚至甲去对抗，你要去拼，你强袂出来啦。遇到阻碍，你就停啊，你行袂落去啊。所以强行者幼稚，这志是只爱去行这个正路，爱志于道哦。你志于道爱非常强啊，坚强的意志力去对抗，而且要很尽力。所以才讲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。天行是上爱刚强啊，这个剑刚健，甚至天同款。天行是足非常刚健的君子，家己强袂休困的。自强就是家己做到这个强嘛，
有中不惜就是才会中刑。哦，要行这正道无简单，因为呢，你若无中刑，你若无攻击，你可能会碰白下啦。头讲了一大堆，再搁其他，咱的胜是要甲人胜负，当一个看袂顺眼，咱就放袂落来呀。我今日就是看伊袂顺眼，你莫安尼嘛，袂当，我看伊袂顺眼，你打一工就咱就看袂落来安尼。你路上偌济冤家来拢是安尼，我只看伊袂顺眼，哦，对着一个干，哦，特别爱死，就咱放袂落来。这是咱家己一个情绪呢，咱就放袂落来。咱愤怒讲过，放袂落来是放袂落来。即当咱放袂落来时阵，咱就要去反省啦，反省咱家己啊。中刑者有志，你一步你就放袂落来，你变哪有志？小小的考验，家己的情绪是家己会当去，应该算家己会当控制尔。你家己会当去做的代志，你无愿意去做。如何中刑者有志？所以呢，要中刑者有志就是先当救咱家己啦，无去要求别人呢，全部拢是反求诸己。哦，老子有讲过吼，善者莫善己，不善者莫亦善己。对我好的人，我嘛对伊好；对我无好的人，我嘛对伊好，迄就是逆善。就亲像讲，就亲像讲，我今仔日要做好人，我先看我的朋友要做好人，伊做好人我就做好人。我有人是安尼呢，我今仔日唔爱冤家，我要看伊又要帮我耍。这嘛是就我最近的亲戚捌拄着的代志，我冤家嘛。然后就讲好，你莫阁改冤啊！我要看伊要甲我冤无？啊，你就莫改冤啊！伊要甲我冤呢？啊，你莫冤伊就袂冤啊！伊要甲我冤，我就袂当无冤啊！啊，想要甲咱的人生，咱可能即个境界里，公平，家己认真即个正义嘅，不生者，人要甲我冤，我嘛共款做我分主该行的代志。伊的道理就是安尼啦。啊，若无明理的人吼，你的性质放袂落来，人安怎我就要安怎？甚至佫会感觉讲这是合理的。有真侪人拢会当作这种对待是合理的啦。其实徛伫这道的面头前呢，是很狭隘的。你的意见，这可能是个对待，人对我好，我也对他好；对我坏，我也对他坏。你应该是处理义啊，嘛无这个逆善啊，嘛无这个自私其事是人主讲的啊。自私其事是讲呢，我家己会当适应伫我所适应的环境。哦，简单讲就是讲，我家己过了真好，不管什么款的环境，我拢会当适应。这适应是足底，但是伊境界是非常悬的啦。咱来看曾主的册，伊故事一篇讲也是袂歹，伊境界真悬。哦，要提出来互大家参考一下。像自私家己安舒伫咱的环境，不管别人安怎甲咱对待嘛，我安舒会着。毋是讲别人安怎，我就安怎。无别人对我好，我对伊好，这大家嘛做会到。咱修持就是修持伫别人对我无好，我嘛会当对伊好啊。所以老祖即句话虽然讲有人有真侪意见，但是即句话其实无毋对啦，就是抱怨以德，即句话是无毋对啦。有的人拢会讲孔子把即句话做注解，拢会讲抱怨以德，何以报德？这答案真简单啊，以德报怨啊，何以报德？啊，就以德报德啊，那有什么关系？为什么以德不能报怨？为什么以德报怨可以，以德报德不行？我们永远都是以德报，以德报什么？不管你对我什么，我可以以德报怨，也可以以德报德，就是这么简单。我永远都是以德，就是以处啊。所以抱怨以德没有错啊，你对我无好，我是好人就好啦。我的人生较需要这个愿来决定，我就是有德的人啊，伊愿我就要变成无德吗？伊互我愿，我是有德行的人，我送我出就是有德行啊。当然嘛是永远都是以德，永远都是以德报什么报什么报什么。
无什么好奇怪呀，爱强行嘛，强行去做这件事情，莫感觉家己了着啊，莫感觉讲啊，我以德报怨，我了着啊，哪有了着啥？咱的德性显露出来，咱了着啥物？强行者有志，强行不断去做该做的代志，正知见的时间来行落去，别人看到你以德报怨，你感化偌济人？就亲像咱讲嘛，像咱佛道迄当时吼，瓜力王移改身体，像咱迄个瓜力王伊有功德，伊嘛实现着即个现象。啊，伊的功德毋是讲甲佛道抬的功德，是佛道以德报怨，感化着全部的人，使着伊嘛咱念着即个功德啊。所以以德报怨的功德遮尔啊大，啥物无好诶？但是你强行啊，正知见的是倒落去就对啊嘛。伊甲我移改身体，我会当报复，这无毋对啊，世间嘛是安尼啊。啊，但是安尼呢，结果怎样？以报还以报，因果从此结束。啊，你以德报怨了后，这个故事传落来，伊身骨以后，我哋以后做伊的护法，变成教成如尊者，化冤为亲。所以以德报怨的刚好遮尔大，成就遮尔大，有何不可？所以强行者有志啊，这么大的志向，一点来强行做出来，很辛苦的。毋通小小来，咱就忍袂掉，咱忍袂掉就是无即个强行啊。所以呢，同款，咱强行、强行之间，咱的心灵更充足。头就讲了，知足者有嘛。你咱强行者有志，你非常有德，你就知影啥物是珍贵的，知影啥物是珍贵的，你就能够更加做到知足，那就是最富有的人。这四句逻辑拢是安尼，头前可能会当更较了解后壁，后壁做较好，更加回到头前来。但是每一句拢是一个独立的哦，一个独立真好的修行的标的，人生的格言。不是以寿食酒，不是以寿，迄个寿是啥物所在？要知影这个寿，拄仔这个对我嘛是以道理经来找答案啦。因为老祖讲着吼，天乃道，道乃久，所以不是以寿食久，就是不是以道上介久，因为道是上介久的代志，所以不是道食久，所以不是以寿就是不是以道，最后咱就要不是咱的道，咱才会真正的有道。咱要不是以寿头前的自知自性中行。咱拢嘛知嘛，即种是非常大的德行。当咱有这个德行，其实咱就知影讲吼，行用这个正道上介好，所以咱就会当选择咱要安住的所在。不失其所嘛，代表会当失，嘛会当不失。失甲不失，都是人的选择啊。这是人修行的所在，嘛是人容易坠落的所在。人可以做选择，就看你选不选择不失其所。你是要选择人生动荡不安，还是要选择以德还天下？当你无愿意选择，无毋对啊，这是你的选择啊。就亲像咱庄子内底的故事，两只鱼啊，相许以诗，相濡以沫。庄子最后讲，不如两相忘于江湖。莫遐尔啊辛苦，两只鱼啊，同互相取暖。你江湖大家拢放袂记，毋是真好。你去大海，大家拢放袂记嘛。啊，庄主做即个故事，其实佮甲咱讲一个建议，就是讲鱼啊袂当选择，但是咱人会当选择。鱼啊是无法度决定家己的环境，鱼啊你去江湖可能啊做着伊用的，咱人会当家己选择的啊。你选择行正道，无人会甲你阻挡的。你要选择道，互你较久的没问题。你要选择，互你人生动荡不安，嘛是你家己选择。你要选择这个性、这个自信、这个脾气毛病，拢感觉这个名利富贵上介好，人生不断的动荡不安。选择以道观天下，你是选择以道观天下无妨碍，咱的人生的一切啊。
道家的思想，就是到最后这个观点是最上界悬的赞处啦。这是一寡国学家经历出来啦。道家是甲咱讲开始要有认伊个区分，哦，拢做甲咱讲道是啥物，啥物甲道有关系，还是啥物是神，哦，这是一个观念的区分。然后最后第二步爱做较避难，开始先去区分着这个道理，最后爱互咱去趋吉避凶嘛。咱读册是要有作用的嘛，这种嘛讲着一寡趋吉避凶的道理。啊，到最后咱读老庄的经典，读道家的经典，最后就是伦理啦、启民啦，最后爱启民，启民就是讲爱真正徛到这个足悬的角度，你真正明啊，你真正明白啊，真正明白就是爱安怎以道观天下。哦，曾子有讲过，以道观之，物无贵贱。咱徛伫这个道，其实咱心中无任何的心情起伏啊。啥物拢好，啥物拢接受，我啥物拢会当借到遮来感化一切。毋是讲拜的我就变一个人，我毋管安怎，拢是会当以道观天下，给大家道，行道给大家。这是不是基数讲究？你徛这个道，选伫遮上介好啊，嘛是老庄思想的最高层次啊。数理细理，数理不讲才寿。咱讲世间嘛，数嘛，所以数就是世间的很吉祥的代志。这数理不讲，安怎才是死而不亡？人死去，但是袂当家己死去，这是以世间来看是安尼。但是以得道来看是安怎？本来一切就是不生不灭。一切都是不断的循环，这是一个真相，这个真相有可能万无法度去接受，就算是易经嘛是啊，易经的最后一卦，毋是季季，而是未季，大家讲还是结束无？毋是讲第一卦最后一卦结束啊，讲最后最后一卦是未季哦，文王嘛，最后一卦未季哦，还袂结束哦，所以数。知影真正道理是不忘的，数理不忘，毋是咱世间法讲的。我真怀念这个人，伊体型真好，我永远家己放袂记。这当然是一个非常好的境界。若互咱去悟道的境界，就是本来就是不生不灭，本来就是死生有道。孔子讲生死，伊袂讲生死，伊拢是讲殊生，素来有生。咱咧看《论语》，咱就知，拢是书生哦，书生有德。咱定拢毋知，我书内阁有生，无法度去认清遮。你定当去认清了后，坦然接受，这个书生的道理，你就不忘啊。这是真正的修，就是世间上界吉祥的代志。所以前仔讲了文道识数理。你知不生不灭啊！闻到了死又如何？你若无悟道呢？生理不准，百年无劫，你甲死有什么两样？我实在就是安尼啊，有的人还袂死的啊，但是咱有感觉有存在，跟死了有什么两样？其实上天不断拢有甲咱示现这个道理啦。最后时间剩遮以后，再解说了吼。上天不断有咱的生机，这生机咱较好理解。咱拢外国日新又日新，这样我都理解。上天定定放下这个尺子，不管是动物还是人的尺子，拢互咱非常单纯。只有在台咱更回到很单纯。上天最后实现这个死，就是要互咱放下一切执着啊。这代姻缘到死就要结束啊！像咱真侪人姻缘囥10几年，囥几代囥袂落去，这是违背上天的道理啦。你这个道理其实上天拢不断的示现，最后咱连我数理不忘的这个寿，咱讲死而不亡看不见啊。咱浩然正气嘛看无嘛，但是浩然正气一样存在啊。所以数理不忘看无，但是咱肯定数理不忘一样存在。
那最后是还有这勇敢涅槃奇迹，这个不逢，那就是真正的最长寿之人，世间最吉祥的人。哦，以前就是哦，对，哦，这就是经三个他乡的心情，啊，大家做分享哦，感谢各位今天在这。